師妹。係啦，同埋有冇兄弟係未拎我哋已批改好嘅重陽剝㗎？嗱，一陣間我拎翻喎。咁我都 scan 晒入電腦㗎啦。咁啊，好遠嗰啲咧，我就會 send 俾大家。1997啦，嗱，小慧唔好俾佢呃到，佢係越嚟越大，但係咧，其實佢大嗰啲位咧係越嚟越細㗎，即係佢每次加緊嗰3粒咧，係咪比起原本張圖都細咗？只要你唔好將第二張圖同第一張圖睇就得㗎啦，因為我呢一度分咗類啦，就係如果張圖越嚟越大咧，我哋係用多餘嘅地方嚟睇，佢咪多咗呢3粒嘅，咁你好簡單啫，因為其實第二張圖係咪可以理解做第一張圖加3粒啊？第三張圖係咪都可以理解成為第一張圖加第二張嘅 extra，再加第三張嘅 extra？我可以咁樣理解，所有朋友，其實我應該咁樣寫。咦，最後一個咧，我哋多數都會冇計咧。以前佢個 grammar 上唔係寫得好好，咁我提大家呢個其實係差唔多無窮地後嗰粒嚟㗎啦。咁通常咧考評，如果佢問最後一個，即係焗你寫最後一個咧，你寫 A 10 都得嘅，或者 A final 咯，係啦。咁然之後就話啦，誒，其實佢係第一個啦，L 二次啦，加翻第二張圖嘅 extra，係咪有3個 L 除3啊嘅二次啊？再加翻第三張圖，係咪每一邊再加多3粒啊？嗱，呢個位就落得加多多多啦。咁點解你知道要多多咧，史迪？因為題目佢同你講咗多多多，因為題目佢都提咗你有無限個。嗱，不過 DSE 咧係一定唔會考無限個嘅。點解 DSE 唔考無限個咧？因為 DSE 要考埋你咧數數目。即係如果你下下都答無限，咪即係唔使數咯。一陣間要做一條要數嘅，跟住你發覺佢係 L 二次啦，L 二次除3啦，L 二次再除9啦，再加多多。咁就代表咗第一張加 extra 加 extra 加 extra 加晒所有 extra 啦。咁就 L 二次除翻1減1/3，史迪仲記唔記得無限項之和嘅條件啊？個 R 要係，哇！佢真即刻答到喎，係啦，個 R 咧要係正負零點幾，係啊，正負零點幾先得嘅，因為如果你大過1咧，加到去無限粒咧，佢係無限嚟嘅接近。咁如果佢係細過我哋嘅零咧，加到去無限粒，你唔知正定負添嘛？因為你正負咁跳啊嘛。咁去到第無限粒嘅時候，佢係近正定近負咧，冇人知道。OK，咁所以呢一個咧，你撳完機咧就撳到3/2咧 L 二次啦。就係咪反而係 extra 咯？嗱，呢一款咧其實似我哋最難嘅應用題啊，因為咧小慧我哋就咁嘅應用題就係第一粒係乜，第二粒係乜，第三粒係乜啊嘛。難嗰啲咧就係每粒都包到前一粒，咁呢啲就難啲啦，係啦。咁我哋就要好冷靜咁樣梳理翻佢多咗啲乜咯，就係佢多餘的位置咯，係啦，冇俾佢 fit 到啊。好啦，做一條你要數咯喎，得唔得老友？係啦，你親手數，手印佢啊，68、69頁，手印呢條題目。我拎走咗呢條嘅頭5分啊，唔關事嘅，我哋直接做呢6分啊，可以嘅。好啦，試一下。呢啲會變 MC 嘅啫，long quest 而家少啲機會咁樣。
嗱，點解我哋話咧而家嘅 long pred 咧再考呢一種會有啲破壞結構咧？即係因為咧佢係有求職法嘅成分啦，咁即係會搞咗你嘅第12條啦，你第10係求職法嚟㗎嘛。咁佢有原型嘅成分啦，咁佢會搞咗你嘅第9條原型啦，亦都會搞咗你 locus 嗰條原型啦，亦都會搞咗你死心嗰條原型啦，係咪先？咁佢亦都有 ASGS 嘅成分啦，佢會搞咗呢條 ASGS。令到，因為 ASGS 入面我哋要考一次 quadratic 㗎嘛，咁如果考圖形嘅話就考唔到 quadratic 嘅，咁我會令到條 quadratic 都唔知點出，咁所以我話呢一種咧，其實考 MC 嘅機會係大好多嘅，係啦，咁啊一個説法啦，呢一個圓圈嘅直徑啊半徑係5又開方根2啦，都少 cam 㗎啦，唔緊要，咁點解入面要有正方形咧？入面要有正方形定係長方形咧？都係一個原因嘅，因為咁呢度咪有個90度啊。有90度，我哋學過 angle 線 semicircle 半圓周上嘅圓周角。咁半圓周上圓周角咧，就可以逼到嗱，留意喎，呢個係10又開方2嚟㗎，呢個直徑嚟㗎。呢個你 mark 咗5又開方2咧，就針咗㗎啦，係啦。呢度 L，呢度 L，咁你就 L 二次加 L 二次等於10又開方2嘅2次。咁呢度你 note 咧 ABC 係90度，然後 AC 係直徑，呢句一定要寫啊！記住，我喺四三嘅時候已經提過大家，乙部定甲二咧最緊張就係有90度，從而去提條直徑。咁所以呢隻90度要特登 mention，再話佢係直徑，係啦，唉唔好啦，呢度都寫一波先，佢等於直徑，呢個一定要講㗎。要講啊，係啦，如果唔係咧，嗰一分有機會 miss 咗，係啦。咁朋友你隔離撳完機會發覺係200啦，咁即係 L 二次係100啦，L 就10啦。好啦，咁點解我要做呢個推論咧？因為我要有 L 係10，我先可以行入去計圓形。而家第一個圓形嘅直徑係10 foot 啦，既有呢條 L 係10，佢呢度考嘅係咩咧？佢考嘅係考圓形 tangent 嘅特性，因為咧呢個圓圈咧佢俾個正方形包住，嗱一個圓圈係冇可能俾長方形包住4條邊㗎嚇，嗱因為長方形咧朋友，咁你長方形咧佢係因為你正方形本身佢係對稱啊嘛，佢係左右對稱啊嘛，但係亦都佢唔會掹長咗啊嘛，所以長方形係 touch 唔到晒4條邊㗎，如果做到長方形要 touch 4條邊嘅話，咁啊唔得嘅，不規則嘅四邊形就得。長方形就唔得，係啦，不規則可以啊嚇，啲朋友問不規則得唔得㗎？係啦，咁如果你個圓圈喺度，咁我夾硬咁樣咁樣係啦，咁樣不規則係可以嘅，但係嗰啲長方形咧就唔 can 啦。OK，正方形就可以包住四條邊，不規則都得，就長方形唔得。係啦，咁留意翻呢個説法啦。但係要考 GS 咧，一定要考 regular 嘅形狀，即係長方形唔得啦，考正方形啦，考等邊三角形啦，正邊形啦，呢啲全部都得，一定要 regular 嘅形狀。好啦，然後啦，咁我哋咁樣落去之際咧，呢條10推入去，咁佢就會係第二個圓圈嘅直徑啦。咁所以我哋就會話咧，呢個 R1係5嚟嘅。點解我用1咧？因為呢個圓圈個 label 係1嚟嘅，R1係5啦。咁所以呢個考試題目咧，佢第一時間就問咗個簡單問題，佢就問咧呢個第二個圓圈同埋第一個圓圈面積嘅比例係幾多？咁如果大家知道圓圈同圓圈一定 similar 嘅話，咁呢個咪5嘅二次啊？係啦，咁我咪俾翻朋友嘅二次啊？俾翻呢一個5 root 2嘅二次啊？係啦，因為我哋大圓圈半徑5 root 2啊嘛。咁咧，我哋就可以寫到呢個係1:2嚟㗎啦。咁你呢度落唔落派都好咧，都唔會扣你分㗎啦。因為圓形同圓形係 similar 咧，呢個就唔使特登解釋嘅。係啦，咁我哋個比例係直接係半徑嘅比例嚟嘅，咁就唔使落咧二次方，即係唔使落個派俾佢，得唔得？識仔派二次個派約咗，好啦，1:2嚟嘅。嗱，其實呢個如果係1:2咧，咁 DSE 唔會叫你計呢一 part 嘅，因為佢唔會提你嘅。咁但係如果呢一度佢叫你計咗1:2，一陣間個 common ratio 咧就好有機會就1:2㗎啦。如果唔係佢唔會提你嘅。好啦，我哋驗證下睇緊係咪先。咁我哋呢個10推咗入去係第二個圓圈嘅直徑啦。咁你就好急想計埋第二個正方形嘅長度。咁不如我就今次叫佢做 L2啦，係啦，L2啦，係咪同一個道理啊？大家見唔見到佢都係90度啊？
嗱，所以咧考 GS 同型題咧有辣有唔辣嘅地方就係、如果一開始你已經唔記得咗呢個係90度從而不是定理，你係成題冇得做嘅，因為你知 GS 就仲有啲重複嘅嘢啊嘛。咁啊起步做到你每一步都係做一樣嘅嘢嘅，但係起步做唔到13分就跌晒，所以先至令到我哋咁唔想考 GS Q19嘅原因就係、我哋係連送分個機會都冇乜嘅。咁所以真係考功夫，L2嘅二次啦，加 L2嘅二次啦，竟然係呢一條十嘅二次啦。咁即係 L2咧係 Root 50。嗱，我哋又不如試下啦，小維就係呢個正方形面積100，呢個正方形面積咧係 Root 50嘅二次，即係50，由100變50。咦？正方形都係除緊二喎。嗱，正方形又除二，圓形又除二，咁就啱啦。咁即係一陣間咧，個陰影區域都會除二嘅，因為你個陰影區域係咪嚟自正方形減圓圈啊？下一次小遙係咪都係正方形減圓圈啊？咁如果正方形又跟1/2，圓圈又跟1/2，連帶你嘅陰影區域都跟1/2㗎啦。哇！不過而家有樣嘢，即係考大家嘅閱讀理解先。我哋而家加陰影區域嘅話咧，以呢一張圖為例咧，我叫做兩個得唔得？因為咧 A、B、C、D 減第二個圓圈就有第一次嘅陰影區域，然之後阿權。呢個 A1、B1、C1、D1呢個正方形減第三個圓圈就有第二個陰影區域，可以接受啊嘛？好啦，咁你幫我睇翻題目嘅呢一句咧，就係即係呢三句啫。咁即係要加幾多個陰影區域？如果我哋去睇埋最尾呢三句嘅話，加幾多個咧？兄弟係8個，八個，係啦，八個。好，呢邊咧四仔，做乜咁開心？四仔都係8個。好。有冇其他答案嘅兄弟啊？劉生唔使道歉喎，唔使去黃人嗰度拍道歉片嘅喎。OK，呢個係考評局作品嚟嘅，去新蒲崗拍就得㗎啦。在綠街48號係啦。嗱，呢個佢係講緊佢會填顏色，填，直至填到正方形 A9、B9、C9、D9同佢入面個圓圈都有到顏色為止。好啦。如果去到正方形 A9、B9、C9、D9，我哋望下第一個陰影區域叫咩名？第一個陰影區域原來係 A0、B0、C0、D0。到 A1、B1、C1、D1係咪第二個啊？到 A2、B2、C2、D2係咪第三個啊？咦，個正方形叫 A2、B2、C2、D2就係第三個。咁去到 A9、B9、C9、D9。係第10個，OK，呢度幾間㗎，小心啊！呢度係 total 10個。嗱，當年咧，一半同學答無限個啦，因為慣咗啊嘛，唔睇題目直接無限啊嘛。跟住另一半同學咧就答9個，OK，但係師仔8個就好似少啲，當時嘅時候，咁我哋就留意清楚，因為咧佢唯一嘅陰你嘅位就係第一個唔叫1號咯。第一個叫0號喎，OK，等於我哋成日話0加到100咧，0123去到100咧，你見到最尾係100啊，咁100個啦，101個，因為連埋零啊嘛，好啦，咁呢度咧你就要咁樣計俾佢睇嘅喎，就係第一個 area，你要 show 3個㗎，等佢知道咧呢條係 GS 啊，OK，第一個 area 咧就係外面嘅正方形啦，10嘅二次啦，減呢個圓圈啦。咁呢個圓圈咧就係派5嘅二次啦，100減25派，
咁你就唔使撳機㗎啦，因為呢個係 exact value 㗎啦，100減25派。你做求積法100減25派都唔會撳機㗎，兄弟，in terms of 派㗎嘛。第二個 area，第二個 area 咧就係話呢個正方形 L2啊嘛，咁係咪 root 50嘅二次啊？但係咧咁啊留意喎，石就係呢條 root 50嚟㗎嘛，褪入去呢個圓圈係咪變直徑啊？root 50嘅長度褪入去變直徑，但係由於要做半徑先做面積㗎嘛，所以個 root 50咧就除翻2啦。係啦，嗱咁就已經差唔多做樣成功啦，咁啊100啦、50啦、25啦、12.5啦，係咪除緊2啊？嗱，去到第三個嘅時候，小慧咧就唔好同佢演啦，我哋就扮嘢。點樣扮嘢咧？因為其實你已經估到之後嘅答案啦。100就變50，50係咪變25啊？唔通你頭兩粒係除二之後你唔係咩？咁樣嘅話，即係成條輸俾佢都真係不在話下啦。後面呢個係25除4派，我哋估咗答案先，再向翻前寫，因為冇理由你再間多個圓圈同埋正方形㗎嘛，咁都冇意思啦。所以由個答案嗰度估翻去前面，係啦。咁呢度咪寫5over2嘅二次咯，係啊。咁啊25除4咯，就係咁啦。跟住就加一句啦，look at 佢嘅陰影區域面積咧係一個 GS 嚟嘅，R 係1/2。跟住阿姚咧，我哋就加10個，加十個。嗱，加十個嘅時候，你要列式同埋要列到第十個係幾多？係啦，第十個係幾多咧？呢個時候又考下小翼仔，第十個係跟1/2嘅幾多次方？第十個係跟9次方，係啦，非常好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第十個咧會寫100減25派咧，然之後1/2嘅9次方嘅。跟住你哋先加咯，OK。當時呢一條題目咧係問咗，如果呢啲陰影區域佔個圓圈嘅 ratio 係 P/1，而個 P 係0.2至0.3之間咧，就係靚數字咁解。即係譬如你黃金比例就1:1.618咁樣，咁你有啲比例上嘅要求就代表靚嘅。係啦，咁所以我哋就會話咧，有個咁樣嘅 idea 啦，咁你就純粹就係計呢個總和除翻總面積得㗎啦。你見到嗰撇嘢係好得人驚啦，呢條冇乜人揀嘅喺2010年嗰度，因為以前咧我哋 section B 係5條揀4條嘅，每條都係13分，每條揀4條，係啦。咁啊重有一條係特別難，有一條特別淺嘅，咁多數啲人都唔揀呢一條㗎，係啦，因為呢一條好恐怖，都唔知問乜。佢最後仲要話咧有個 ratio 啊 P/1啊咁樣，咁其實咪即係問你 P 係咪喺佢全部嘢都係廢話嚟，就係問緊你佢係咪喺0.2至0.3之間啫嘛。唔需要話覺得哇應用題好難睇，其實就冇啊，都係計緊數。OK，係啦，等於你 M1 都成日都會問，咦嗰個 pop 咧喺呢個數入面咧就叫靚仔喎，咁佢係咪靚仔啊？咁咪都係要計個 pop 咯，0.2至0.3之間咯，咁啊勁㗎啦。最後我哋會計到0.2729啊，咁當然3位個數字啦，咁就冇事啦，四仔。OK，3位個數字就係咁解嘅，啊。咁而家咧就少俾埋應用嗰 part 你啦，係啦，咁啊屋企嘅朋友咧，咁你可能就要望住先。
點解就喺呢度見到我嘅？我個兄弟又話嚟揾你喎，我又叫佢唔好嚟喎。係咯，其實佢話會嚟，即係唔會嚟咯。係啊係啊。算啦，嗰個助教我都係放棄佢啦，係咪先？我介紹我另外一個即係助教俾大家好過啦。OK，係啦，係啊，我哋龍門只有靚仔同蘇修啫。OK，係啦，我介紹另外一個助教俾大家。咁呢個都喺科大嘅。咁我下個禮拜咧，如果我去咧，就應該同佢一齊帶隊嘅。係啦，就係咁，連埋史力仔咯。係史力仔幫我做人群管制，因為我成日聽啲兄弟講話喺 Hong Kong U 嗰度咧，離開都排咗2個鐘頭先去到地鐵站。啊，嗱，咁屋企兄弟咧，我就用住呢度先，係啦，咁你就望住先，其實抽少少嘅重點嘅啫，係啦，你就睇住我 screen 先，其實 OK 嘅，講一陣嘅啫，呢一個應用題嘅地方係咁嘅，咁咧呢個應用題，我哋對上一次考就係10年嘅 sample paper，long question 就08年嘅 long question，咁佢會聯繫到你中三。學薪俸稅點計嗰個 table 嚟考嘅，咁我哋有啊，我哋 syllabus 上面有一啲應用題啦，但係你知應用題好耐冇考過啦，即係咁上下你聽啫。薪俸稅我哋會考啦，地震強度我哋都會考啦，距離時間圖都會考啦。距離時間圖我哋有考過14年 long q 成個圖俾你添啊，但係可能我都唔會教嗰個圖，或者讀 physics 識得嗰個圖啦。嗱，儲錢題嘅意思咧，就係呢一課咧特別有一款嘅題目係問你有嚿錢，我哋好循環、好重複咁樣抌落銀行，佢會越嚟越多嘅，係啦。咁佢會越嚟越多之際咧，佢就想問到你去到最後嘅時候，你啲錢咧 total 會有幾多？係啦。咁由於以前嘅 syllabus 係考錢嘅，而 DSE 咧好唔中意考錢嘅，咁佢可能就會同你講。你每個月都收養一隻貓仔咁樣，咁啲貓仔 total 12個月12隻，咁去到年尾嘅時候，呢啲貓仔幾重啊，或者可能身高幾多啊咁樣嘅一個説法，係啦，用表學就最好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下個78版啦，有個表喺度，係啦，咁啊屋企兄弟你望住個表先，係啦，咁如果你係睇書嘅朋友咧。咁呢一份咧會連埋你第3、第4堂嘅特測咧寄緊俾大家㗎啦，放心，我哋叫做係儲錢題係啦。咁屋企朋友用住呢個先，小師妹，包括北角都係北角兄弟咧，係啦。如果你係北角兄弟嘅話，咁你可以星期一過嚟同我拎都得。嗱，咁你點樣越條嘅咧？史翼仔嗰個 grammar 就係咧，如果佢話俾你聽，有個人佢重複咁樣做一件事啦。嗱，你重複先係規律㗎嘛，有規律先係數列㗎嘛。佢而家就係 Peter 咧，竟然每個月月頭都入錢落銀行，呢件事佢做12個月，年尾咧有同學會問，年尾即係夠唔夠一年咧？嗱，年尾咧一定係講緊12月31號0000。嗰個0000咧，亦都撞下一年1號嘅0000，我哋 count 一年㗎啦，係啦。咁如果 count 一年嘅話，正常我哋中一學啲咩題目咧？哎呀，你1月1號入 P 喎，年利率6%，擺12個月，呢個錢咧就 P 加6%，小心每月一結，係啦，monthly。咁我哋係1加6%除12，咁呢度咧，由於呢個位置係一年嚟啊。但係佢月結㗎，咁佢月結咧就12次方咯，係啦，嗱正常我哋中一嚟到呢個位咧就完咗㗎啦，
即係呢一條題目咧，我哋係叫做封存咗6年㗎啦，即係中一學咗點做，我哋就唔學啦。除非你 M1 啦，我覺得 M1 咧呢一條咧就有個好靚嘅考法㗎，就算你係 M0冇讀 M1 2咧，都可以聽下呢個考法，就係、我哋 M1 有學埋咧，唔止每月計，我哋學埋每億萬分之一秒去計嘅。我哋個名叫 compound continuously，係啦，M2 圖都唔識㗎。即係如果，咦，每日計呢度咪除365啊？跟住個次方咪變咗365啊，好正㗎！我哋 M1 有個咁嘅諗法，你諗下喎，如果呢度除365咧，係咪即係個利率會好少啊？但係呢度365次方喎，係咪即係派息嘅次數會好多啊？好矛盾，嗰種又想殺死人又想殺死自己嘅感覺咧，個利率好少，但係派息好多次，咁究竟最後係多定少咧？好得意，OK，我哋 M1 有 study 埋呢一樣嘢，叫做連續地複息 compound continuously，係啦，好正。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就學每月啫，係啦，11月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大學要讀到一啲關於 science 嘅科咧，都一定會涉獵翻晒所有 M1 加 M2 噶啦，所以你冇得避，基本上有時我 free camp by 啫喎，佢一定有好多 math 嘅 course 要你讀翻，走唔甩嘅老友，係啦，咁所以我哋會話呢個 P 啦，1加，咦？呢度即係點啊？即係2月1號我又重複做呢一樣嘢，6% 除12。係啦，等於水啊史力仔嗰個助手哥哥咁樣咧，佢每一個禮拜日都去水我哋 OK，好有規律嘅，亦都好有節奏啊！每個禮拜日都話6 AM 會嚟到幫我開門咁樣 OK，係咪1加6% 除12嘅時候一次方？有冇發覺月後入嘅錢咧？其實你嘅複式本利和做到嘅次數應該係越少㗎，因為你越嚟越近個 deadline 啊嘛。阿 Sir 個 deadline 向後褪得唔得？唔得嘅，係啦，個 deadline 固定咗1年尾㗎啦，因為我哋去簽一個定期咧，冇理由瘋狂延後㗎嘛。你延後咪即係一路都攞唔到錢咯，係咪先？所以話咗12月就係12月㗎啦。呢度有個10次方咯。嗱，記住12月1號咧，你都會入嘅，係啦，冇理由入少一次嘅。咁呢個1個月啦。咁然之後啦，小慧係咪做到1加6% 除12嘅一次啊？咁就1至到12次方啦，你就加得晒佢啦。咁 OK，跟住我會要求咧，師弟仔咧，你列咗呢12粒之後，咁你咪打橫加嘅。我會建議你做啲咩咧？就係我會建議咧，你又做翻最低次方嗰排翻第一，因為咧你如果12次方做第一粒咧，9成9啲同學都填錯 common ratio 俾我。嗱，小心喎，如果最大次方嗰做第一粒咧，個 R 係1.005嘅負1喎，因為你要跌落去啊嘛，咁個次方就會變負一次方噶啦，OK 嘛？嗱，好多兄弟都會搞錯。咁所以我會建議咧，你有得揀，你就揀最細次方嗰個嚟做第一粒啦。咁你就冇咁容易錯噶啦。咁啊 R 就1.005啦，咁樣填上去。但係咧，就算你填啱都好，首項唔知點解啲兄弟都係冇用到1.005P 啊，佢哋會用咗佢用咗 P 啊。嗱，你記住喎，如果你呢個數列入面其中一粒係 P，即係代表咩咧？即係有嚿錢入咗落銀行，但係冇利率收到㗎，咁佢先係 P 啊嘛。OK，但係我可能特參考你日本銀行咯，因為日本嘅銀行係點啊？大家，日本銀行係負利率嘅，係啦，即係每個月係負5%嘅，會跌落去呢筆錢，係啦，你入100蚊落去咧，一個月之後得翻95蚊嘅。OK，因為日本係行咧。鼓勵你哋唔儲錢，鼓勵你哋使錢，咁銀行咪負利率咯。但係日本人係照儲錢嘅，所以佢先一路跌個利率啫嘛。係啦，我哋第4堂大測就考負利率，OK 啲錢嘅。OK，嗱，幫我寫下呢個先啦。屋企朋友都係就咁望住咧，呢一條題目咧，可唔可以填到啊？
係啦，我哋龍門其中一個幫單身幫，OK，係啦。咁喺我哋其中一班全女班入面嘅幫主，做12個月前，OK，同左邊一樣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啊？各位死好未？好，差唔多啦，係啊，好先。好啊，嗱係咁嘅，OK 兄弟，時間條數。咁如果你話要列表做咧，唔緊要，我同你列啦。每個月嘅同一日，嗱我哋簡單啲去諗咧，就諗1月1號開始啦。咁儲12個月錢啊嘛，開始。咁23,000蚊，佢12個月喎，所以就1+3%除12是的仔，因為係每月一結，所以我哋除12。咁但係由於佢係12個月，所以12次方係咪一定要做俾佢？嗱，但係呢一度千祈唔好懶，唔好就咁加多一多就加到1次，要俾人見到佢係 GS，所以寫3粒。咁如果我係2月1號入，去到年尾咧就淨係擺到11個月嘅時間，然之後咧如果係3月1號入，咁即係我再慢咗2個月啦，所以得翻10個月嘅複息。但係如果息仔我係12月1號入，嗱呢度就可以加多多多。咁如果我係12月1號入咧，咁個年利率我淨係做到1次方啫。呢個話俾你聽，我哋係做緊深嘅，咁所以變相你咪代表係一次加到12次啊？咁你就可以用 GS 嘅公式啦。咁我會建議咗阿權咧，你係攞呢粒 as 你嘅第一粒嘅。如果呢粒係第一粒嘅話，你23,0001+3%除12嘅一次係第一粒，跟住你就一減 R。嗱，記得 R 要落翻，你係有幾多粒喎？咁今次係咪12粒啊？12次方。嗱，記住呢個位咧係唔代表任何次方嘅，只係代表數目。係啦，嘅除翻1+3%除12，或者再做就係除翻咧0.03除12，但係-1咯。OK，咁你就可以啦。咁你撳機上咧，想方便啲咧，你可以1+0.03除12咁樣先啦。跟住可能就咁 answer 得噶啦，answer 佢啦。咁你就23,000，係啦，呢個23,000啦，23,000，跟住就 answer 係啦，即係1+3%除12啊嘛，一減 answer 12次方除翻一減 answer，OK，咁你就應該撳到咧20526.3706，係啦。咁呢個抄完之後咧，先3SF 俾佢，我哋做足咧卷一成個部署，1、2、3，咁即係281,000，錢係啦。
咁呢度咧，你可以寫三 S 又得，你唔寫都得嘅，因為唔寫呢一個咧就係默認你哋會 correct 三 S。因為零嘅右邊咧，食仔係五啊，所以四捨五入，咁佢進位入邊一2813個零啊。記住唔好跟自己啲correction 嘅方法喎。M0係默認我三 S 嘅喎，M1就係小數後四個位，唔符嘅話係啦，就要跟翻每科嘅規則。M2 就係 exact 嘅，我哋攞真確值嘅，係啦。咁所以角度都要攞真確值㗎，我哋 M2。好，嗱呢種儲錢嘅作品咧，我哋就試埋個複雜版，試埋複雜版啦，係啦，屋企兄弟咧，我哋都一齊睇呢個84嘅 B 啊，去試埋個複雜版。嗱，雖然知仔，我哋做緊第三條嘅儲錢啫，但係你都會 feel 到，咦，我一路儲錢，筆錢唔變咧，其實都冇乜説法嘅。如果我每個月儲嘅錢越嚟越多，會點咧？咁樣啊，俾大家84個 B 啊，係啦。咁如果有中文同學，你 WhatsApp 我一下屋企嘅朋友啦，等我 send 個中文版俾你啊。呢個邊複雜少少啊，有 N 嘅因為。
好啊，加咗嚟，加埋先。我哋而家話 Peter 佢有5000蚊第一個月，咁就唔知入幾多月，但係咧年利率係12%，monthly 嘅話月利率係1%，係因為你除12啊嘛。咁所以咧，阿 Peter 第一嚿錢咧應該係咁嘅。咁呢嚿冇得鬥氣啦，呢嚿冇得輸啊嘛，即係輸嘅最多係下面，即係第一粒起碼唔好輸先。OK，咁啊5000乘一加12%除12嘅 N 次，再加 each successive，即係話之後 than that of previous，即係話佢入嘅錢咧就比起佢之前入嘅錢咧係多嘅。咁所以我哋話咧，如果佢第一個月每個月入多2.01%。咁我起碼下一個月唔輸先，呢個就1.0201。話俾人哋聽，我本金可以多咗先。嗱，然後阿姚我本金多咗之後咧，但係由於我係遲咗一個月入啊嘛，咁我複息係啦，就減一啊，n 減一，因為個終點冇變嘅情況下，你慢啲入嗰筆就做到少啲複息㗎啦。因為好多堂咧交呢啲功課咧，就會每一筆都係 n 次方。咁即係嗰個底線咧係咁向後褪，咁你一世拎唔翻有錢嘅，每嚿都 N 次方嘅話，呢個遲咗一個月就 N 減一。嗱，但係我同咗小慧講咧，起碼要寫到3粒連續，咁你就見到咧1.0201次一加12%除12嘅 N 減2啦，你慢咗2個月，咁我哋就做少2個月。O.K. 呢個攞嚟砸嘅，係啦，唔係攞嚟攣爆兄弟。咁啊加多多多，再加。咁你去到最後一個月，你會入到幾多錢啊？小姚，5000，1.0201嘅呢個究竟係 N 啦，定 N 減一啊，定係 N 加一咧？我哋眾說紛紜，不如我哋置頂由呢度開始睇下。第二個月係咪跟一次啊？第三個月係咪跟2次啊？咁第 N 個月記得嗰條脷要頂住上排門牙同埋下排門牙。N 個月係跟 N 減一，OK 係啦，因為我哋會慢咗一格嘅嗰個咧1.0201，明唔明白阿強？係啦，所以咁可以銀行派俾你嘅利息係幾多次啊？呢一度今次就係、因為佢係最後一個月㗎啦嘅月投入，月尾嘅提款啦，咁所以就係跟一次嘅。咁呢個就係大家其中一條覺得聞風喪膽嘅題目啦，因為咧多數教科書或者剝卷嘅教法就係教你諗第一個月月尾，第二個月月尾，第三個月月尾，咁樣諗好複雜嘅其實，所以小慧我哋可以簡單啲，直接諗每一筆錢直接最後啦，係啊，佢 N 個月咪 N 咯，但係由於個終點大家都係第 N 個月嘅31號。咁呢個遲咗一個月入，咁呢度減乜啦？遲咗2個月入，減2啦。跟住遲咗 N 減一個月入，我減晒佢啦，咁得翻1次方，科就得啦，係啦。咁加嗰步咧就有啲計嘅，咁呢個直心啦。加嗰步咧，你一定要做一樣嘢，因為咧我哋頭先咪話我哋盡量係細次方寫到大次方嘅，但係嗰次你冇得搞啊，你點寫都好核突。咁我哋順其自然，但係都要做後隨前。係啦，後隨前嘅話咧，你就會見到呢粒除呢粒，直接第二粒除第一粒，5000約得就約，削得就削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呢 n 次 n 次咁啊，相約何時了啦？係咪剩翻呢個負一次方啊？撳完機發覺呢個1.01嚟嘅。咁考評咧，我都同大家講噶啦，考評考 AS 或者考 GS 咧，就最中意考佢會變做確渣二次方程，係啦，因為如果呢一個1.01嘅話，你拼翻落去，你嘅 R 係1.01啊。First term 唔好錯啊，first term 係好大嚿㗎，因為合理㗎。你嘅 first term 係代表有一嚿錢嘅本利和啊嘛。
係應該要大嚿㗎，係啦。乘翻開嘅時候，你會見到，咦，自己乘自己嘅，自己乘自己就係自己嘅二次方啦。OK，自己乘自己咪自己二次方咯，係啦。咁所以我哋就會話啦，叻咗個 U 做1.01嘅 n 次咧，呢個就係一個 quadratic 啦，係啦，我要留意住有冇走光或者我吊帶有冇跌落嚟咁樣啦，係我都手輔導唔到有，咁所以咧呢度就係 U 二次啦，減 U 減0.2等於零。你撳完機咧就16個月先做到呢件事嘅，係啦，負數嗰邊可以唔使寫嘅啦，當然你都 can 啦，係啦，因為我話要攞到10萬蚊嘅話，你 set 10萬都得，大過等於10萬都得。咁人哋話至少10萬嘅，你咪大過咯。大過咧不等式小位就 U 大過1.01，1.17啦，同埋 U 細過-0.17。不過呢度咧都幫我加多一個 marking 位啊，1MEAA。如果尋日你有 Zoom 上到 AS 咧，或者上個禮拜你喺度都有聽過我講咧，ASGS 最後嗰條 quadratic 佢一定要逼你負 B 正負噶嘛，係啦，你幫我加翻先，呢個我都少加漏咗。咁佢一定逼你負 B 正負噶，咁所以就 U 大過啦，負一加開方一嘅二次啦，減4乘-0.2啦，除翻2乘1啦。U 細個啦，係啦，負一減啦，開方根一減4乘-0.2咧，就除翻2乘1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咁一陣間拍埋個 QR code 俾大家，咁就可以上埋尋日嗰個 AS 啊，因為你哋尋日可能唔得閒咁樣，或者一早去到 Hong Kong U，係啦，可能下個禮拜六我一早都去咗大隊，OK，同我頭先個大助手哥哥，OK，佢叫守護神，係啦，龍門守護神，因為佢往往嚟當值都會最夜，都會去到凌晨先走，咁所以就叫佢做守護神咁樣，係啦，亦都係龍門 KOL 嚟嘅，就係咁解，但好少動用到佢。因為我唔希望大家覺得我龍門係就係賣靚仔，係啦，我係賣數學嘅，OK，所以好少動用到頭先個守護神老友，咁啊 U 大過呢個啦，U 細過呢一個啦，就係咁解。咁呢個就係儲錢嘅考法啦。咁希望咧你哋練好幾條唔同嘅儲錢題，你可以練到咧8、7係啦。咁屋企嘅朋友咧，大概聽日就會收到剩低第3、第4堂嘅特輯，就埋呢份嘅應用題㗎啦，就係咁樣。咁我安排緊慢性 mock 嘅應考時間俾大家，因為啲班課唔係好多，但係我哋即係其實我係唔中意講呢個萬聖節嚟㗎。作為一個傳統嘅中國人，可唔可以我講翻盂蘭節係啦？咁呢個咧西方嘅盂蘭節咧，我哋都係希望會做個盂蘭 mock 俾大家嘅，係啦。咁我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，因為而家就研究緊下個禮拜4夜晚啦，係啦。咁我睇睇。點安排好啲，或者禮拜5夜晚啦，因為好多兄弟話下個禮拜4都落老蘭咁樣，我話不如考數好過啦，係咪先？係，一係就喺老蘭度做數收啦。OK，禮拜5 OK，禮拜4落唔落老蘭啦，兄弟。禮拜 Uniform Test 好啊，我哋睇睇下。祝同大家去研究翻個盂蘭 mock 係幾時？盂蘭盛會啊，係啦，同 local Fergus 一樣有個盂蘭盛會。我哋研究緊，研究緊。咁希望大家嗰日都會有啲嘢扮下。我嗰日會扮一個放低咗佢嘅人。OK，我嗰日會有一個環節就係，因為嗰日約咗好多 retaker 一齊扮放低佢嘅人。我哋會聯同成班 retaker 一齊 delete 前度嘅相。OK，係啦。過咗嗰日之後，我哋就會喺個垃圾桶嗰度撳還原呢兩個字。OK，因為扮啫嘛，老友唔係真啲噶嘛，兄弟得唔得？所以嗰日好掂㗎，好掂㗎，係啦。咦，我助手都係冇嚟到喎，係啦。使唔使 call 佢啊，老友？唔使，好，唔係頭先嗰個，唔係頭先鋪嗰個啊，嗰個喺波大印度。
下寫成點啊？或者你每次都淨係填還原爭幾多錢就 OK 㗎啦。可以嘅話咧，你乘開埋佢，因為你唔乘開佢咧睇唔到啲次方。可以嘅話乘開埋佢唔該。阿 Helen 有冇掛住我先？好。1972年嘅作品啦。1972呢，1000蚊可以係2000蚊係首期啦，即係如果你買樓嘅1972年，大家可以睇到個物價呢爭幾多倍啊！1972年嘅作品啦，佢每年還75蚊，其實情況係棘手啊！你借咗個首期俾人，但係1年先叫人還一次錢呢，條友都着咗草啦，知道嘛？如果1年先還一次錢嘅話，所以 yearly 係啦，逼棘。所以咧，其實你可以寫咧，即係佢唔會還晒，因為佢先佢着咗草，he's gone，咁所以咧佢還唔晒錢1年喎，大佬係啦。嗰啲咩約定咧，即係考完 DSE 如果5星星之後就同你一齊翻啦，嗰啲1年嘅約定，有時都可以信得過㗎，係啦。你可以睇到 IG post 上面有一個同學就係咁樣約定1年後再一齊，即係果然分手再一齊啊！好嗱。咁我哋就會話呢，借1000蚊，年利率8%，有冇走去除12啊？係啦，冇喎，因為個題目冇講 monthly 1000啦，1.085啦，一次啦，還7雞5啦 ，OK， 好啦，咁你呢個撳機 OK 嘅，但係將呢個做推理嘅時候就唔好撳機啦。呢個做推理你都撳機呢，咁就冇噶啦。然後阿宇，我爭銀行咁多錢，1年後係咪仲要複息多一次啊？複咯，佢複我息，我複佢桌添啊。然之後我咪又還錢啦，佢出糧俾手足啊嘛。咁所以呢嚿嘢乘1.085啦 ，hand joke，咁就1.085嘅2次啦。75啦，1.085啦，一次啦，減75啦，0次啦。嗱，其實呢，最強嘅手足呢，你寫咗第一嚿，你已經寫到第 n 嚿，因為第一嚿見唔見到個次方已經係10，第二嚿個次方係210，你已經估到小查。第三嚿嘅次方係3210，咁但係呢。公開試做親 ASGS 一定要寫3粒先可以寫第 n 粒，因為你要俾人知道原來佢真係 GS 啊嘛，所以我同你寫多一粒係啦。第三次還錢後仲爭銀行幾多錢，就將你上一次爭佢嘅錢乘多一次1.085，乘啦。咁阿宇會問點解又減75嘅？因為佢還錢咯，佢言而有信，佢係一個君子嚟嘅。咁咧都仲會再翻嚟，就等於咧大家中三讀過啟示啲潮文咧，一碗陽春麵啊咁樣咧，嗰個麵檔嘅老闆同埋老闆娘，佢等嗰一戶人啊，等咗10幾年都仲肯等佢哋，係咪先？咁啊減呢個75啦。咁但係阿宇第4次還錢啲次方會係點啊？而家第3次已經3210咯，所以第4次就43210。咁不如我哋大膽啲啦。嗱，阿宇，我老推咯，第 N 年咯。咁第4次都43210啦。咁第 N 次咪 N 啦，N 減1啦，N 減2啦
一路拉到落去冇次方為止咯。嗱，寫呢部呢，好多 hand 足都覺得 OK 嘅，但我叫佢化簡呢，就冇人肯化簡啦，係啦，75呢1.085啦，再減75，啲 hand 足呢就心諗你化埋我嗰份啦。嗱，留意後面全部都係75嚟嘅，咁即係話呢，1000係孤立咗個粒，1000唔好喐佢。係啦，記住呢一隻叫還錢題，1000唔好喐佢。不過啲朋友呢都會想我歸納，咁幾時係儲錢題，幾時係還錢題呢？好簡單，儲錢題啲嘢淨係會多，唔會少嘅。還錢題呢係同一時間有嘢多有嘢少。呢條邊度有嘢多有嘢少？多嗰度在座係大耳窿複式，咁嗰嚿數會多啦。少嗰度係我言而有信，我謙謙君子，我肯還錢，係啦，咁嗰嚿錢就會少。咁但係當然我哋公開試呢，近年唔係考錢㗎啦，我哋考譬如起樓拆樓 ，OK， 譬如考人口係會死亡，明白？考殺喪屍，喪屍佢哋會生多啲喪屍，亦都會俾你殺多啲喪屍，係咪有加有減？你見到同時一個情況有加同埋減，就係叫做俗稱嘅借錢題或者還錢題。好啦，嗱呢個負75，我癲喎！呢個負75呢，抽出嚟嘅時候係啦，係咪會變咗做正一？嗱，編曲我將最細嘅次方擺翻最左啦，而家，然後呢嚿抽出嚟係咪1.085？跟住加多得唔得？頭先呢係多磨仔嚟嘅，如果在有中意史力仔嘅手足，呢啲多磨仔抽咗之後變咗金仔，金仔唔知大家知唔知？即係藍色黃色嗰隻冚家產啦，好似係史力仔個 SP 嚟。錯嘅話，唔知在座有冇中意史力仔嘅朋友？粉紅色嗰隻史力仔係佢老婆啊嘛，但係藍色嗰隻金仔咧係佢 SP 啊，係啦。根據我對原著嘅理解同埋熱愛，嗱抽埋個負75出咧，呢個咧係 n 減1次方嘅，辛苦喎。嗱，如果你呢度加到嘅話呢，你登峰造極，爐火純青，水銀瀉地，日月如梭啊，係啦。嗱，後面加唔加到先？加唔加到先？後面有幾多個？後面有幾多個？小茶答唔答到喎？紅色嗰度有幾多個？係紅色嗰度急嘅、搶嘅幾多個？呢度係 n 減一個啦，n 減一個啦，係嘛？後面次方 n 減一，嗱記住唔好正應後面。有個1 n 減1個加1個，所以 n 個嚟嘅。OK 係啦，嗱以後唔會錯啦，咁樣高壓咁樣俾我問完一次，唔使驚嚇。1.085嘅 n 次，好過落場嗰陣時驚，知道嘛？乘1，1係第一粒，然後1減1.085，總共 n 次方 n 個，除翻1減1.085，但我再教大家招癲嘅。去幫大家認次方，如果前面係 n 次嘅話呢，後面出唔到 n 減1個噶，呢度一定都係 n 次，兩個次方一定要一致啊。好啦，對上一次呢個就係13年負75除翻1減1.085，大家咁呢個係882。到時你寫份數，我今次就區寫882，你應該寫呢15000除17嘅。咁我為咗簡單啲同大家表白啦，so 啊，係啦，冇同個學生表白，係呢度啊 ，OK。嗱，記住唔好乘入去喎，1000唔好乘入1.085，你爆嘅喎，882都唔乘得入去喎，你再爆喎，因為次方唔同喎。但係呢，阿小茶見唔見到1000個減882個1.085啊？1000個蘋果減882個蘋果，所以啲兄都話四心係好難啦，係咪先？呢條難過四心啊，其實係啦，所以已經呃咗你讀最難嗰條19條，118乘1.085n 次，再加882乘1。
但係我哋 discover 到 big problem，big problem。我哋而家呢，唔係計緊阿偉明仲爭人哋幾多錢咩？係啊，但係點解我計完佢仲爭人哋幾多錢？呢一個藍色係正數、正數同正數嘅，咁即係偉明還到第 N 年，佢都仲還緊喎。大過零 for all n 嘅喎，在座呢個符號叫 for all，OK，希臘符號用得嘅，對於所有 n 佢都係大過零。因為當時咧希臘人咧喺度諗咧點樣可以用一個符號代表咧 all 啊 for all 咧，因為希臘人以前咧 for 同埋 for 係通假嘅，咁佢就發明一個 a 係調轉咗咧，代表係跌咗嘅 A 啊，咁就代表 for all 咁解，係啦，在座。點解佢會還唔晒嘅呢？知唔知成個設定上有乜問題？所以偉明會還唔晒啊？阿 Sir 呢條係長題目定咩嚟？呢條係一條 MC 嚟嘅，係啦。72年呢，佢就係值一條 MC 嘅啫。第四題 MC 卷嘅第四題咯，冇 loss of index 㗎，即係我啱啱30歲嘅時候。我係考1942嘅公開試啊，減翻18先啱，sorry啊，唔係減30。我係考呢，係啦，1972減翻18嘅公開試嘅，係啦。呢條呢，當時公開試1972有6個答案嘅，佢係第6個答案，第6個答案係 level， 仲要大街嘅。點解會咁呢？就因為第一年呢，佢爭嘅利息係85蚊。但係佢淨係還75蚊，你要還得晒，一定要還得多過個利息。所以呢，其實我哋第一嚿錢已經知道佢冇可能還晒㗎啦。咁阿 Sir 你又叫我推理嘅，有時候考試局係要你寫晒成個推理，佢唔同你講還幾多錢，佢話還 X。因為呢，如果佢同你講還幾多錢呢，你有晒數目喺手，你好易計啊嘛。即係譬如超你第一年利息係85，但係條冷攤就係還70，咁就還唔晒咯，直接 level 都得咯。咁所以考試局呢，佢好聰明，佢還錢呢，佢之後竟然出咗還 X 喎，叫你夾硬都要推爆佢喎。好啊，呢度啊，永遠唔會零啊。我哋推後面嗰條，繼續偉明，佢去到2005嘅時候，佢都仍然係一個賭徒，話以肥豪就係偉明呢嘅前身啊。我哋睇一睇2005年嘅肥豪，睇睇啊，都係幫我寫呢第一次還錢、第二次還錢，夠姜寫到第 N 次還錢，我幫你加，係啦，你寫第一、第二同埋第 N 次就得啦，我加嘅，冇錯，唔還，哇突發俾同學係突發攻擊，係啦，冇事，2005啊，係啦，小榮我哋高啊 ，Q19嚟㗎呢條，我認為呢。Q19 比起即係四心比起佢呢，其實乜都唔係。好啊 ，Handjoke，今次呢，10年人事幾翻身，偉明終於發覺就咁借2萬搞唔掂，佢借20萬係啦，然之後呢，嗱你見到個題目係進步咗好多喎，
佢講到明呢係做咗複息之後先還錢喎。我哋呢叫做 when the loan is taken 啦，loan interest 係計咗先，之後先還錢。OK，同埋個條件已經係好正咯。最後一次還錢可以少過 X 喎，同埋 X 係少過20萬喎，好清楚。因為如果你冇還佢呢，咦你還 X 啊？咁我借20萬，我第一個月就還100萬，咪還完咯，係啦，送多80萬呢俾債主，等佢可以買多啲油倒喺我門口嗰度。咁所以呢個條件上面已經好精湛，就係最後一次還錢要少於 X 嘅，冇理由我去到最後就係爭你可能係10蚊，但係我又還2萬俾你㗎，唔會㗎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啦 A part。如果佢還錢還咗 N 鑊都還唔晒，求佢爭銀行嘅錢 in terms of X 同埋 N， 我哋推你點做呢？今次除唔除12啊 Mr. Duck？ 有冇12要除？今次有，冇錯 monthly 好啊，6% 要除12啊，20萬乘1加6% 除12，我立刻梗係同大家寫好咗啦。呢條如果逐行逐行同你抄，呢條其實如果以一般教學嘅長度嚟講係教4堂啊，但我打算一堂教呢一條嘅4隻版本，係啦，而家教第一隻版本 ，OK， 第一隻版本我哋發覺原來係咁嘅喎，咦咁樣搞呢壇嘢，嗱，我最多化簡到呢度就停㗎啦，唔好乘開佢，乘開佢冇㗎啦 ，OK 嘛，嗱然之後阿 Lam， 我將呢嚿錢第一次仲我有過1個月啊嘛。但我有還錢，我一個君子，中通外直 ，OK 係啦，君子不器，好冇？咁所以我減 X，然之後咁啊2次1次，然之後呢度係咪都還錢啊？因為我君子推己及人，我唔還錢俾我債主，我債主冇錢借俾其他人，得唔得？於是第3次，我哋而家第2次呢係210，第3次發覺係321。然後0 O 嘛，咁所以就要推第 N 次㗎啦。第 N 次同頭先一樣，咁你開始復位啦。如果呢第 N 次唔係由 N， 咁呢個就係第2類。如果第 N 次嘅還錢個次方唔係由 N 開始，呢個就係第2類。如果條題目唔係講錢嘅，就變第3類。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呢，啲喪屍會一路多，但係你會一路呢殺喪屍，咁喪屍會一路少。咁呢就係第3類，係啦。如果你每次殺嘅喪屍更加多，呢個係第4類。咩叫更加多呢？有冇諗過呢條還錢題可以還深啲㗎？就係第一 X， 但係第2次佢可能還 1.1X， 第3次還 1.12 次 X。咁呢條題目就終極版嘅 Q19。我哋做咗正常版先。嗱，呢個係咪好似頭先咁樣講古仔？20萬記住孤立佢唔好喐 ，OK？ 好似隔離兩位手足咁擺佢39度班房，唔好俾佢喐。20萬係咪？冇喐。嘅後面 1.005 抽晒啲 X 出嚟，然後頭先編曲我咪叫你由1個粒開始寫啊。嗱，跟住小查記唔記得頭先咪 fit 過你嘅？去到最後 n 減1，咁唔係真係 n 減1㗎嘛？明白？所以呢，我哋由頭開始數，咦第一粒次方喎，所以總共係 n 個。然後撳機負減1減1.005計到正200，咁搞掂㗎啦。所以呢，我呢個時候我就緊問編曲一啲難啲嘅問題啦。知唔知個還錢起碼還幾多佢先還得晒啊？嗱，佢冇講還幾多啦，就刁轉啲，佢起碼還幾多佢先還得晒啊？用啲咩比較啊？記唔記得我頭先話用係啦，用第1年嘅利息啊，所以你將20萬咧乘翻0.005啊。誒，第1年嘅利息係1000蚊啊 ，OK 嘛？所以你還嘅錢起碼要超過1000蚊啊。所以在座見唔見到？唔使揭啊，你唔似邊一版噶啦。而嗰個題目話呢，
阿文進呢，佢話佢每個月還900，但遭到銀行拒絕。佢叫你寫為什麼？係啦，咁所以點解還900會拒絕啊？還唔晒咯，會係一條爛數咯。OK 嘛，會係最好的債啊，係啦。當時黃偉文都寫過一首歌叫《最好的債》，形容呢，即係如果你有條友同你一路都啲關係糾纏不清，咁就係叫最好的債啊，係啦。咁就還唔晒咯喎。好啊，我哋睇呢叫做變種版呢個2013年98頁，我哋誓要將19題當菜咁切。你心諗唔係補緊4嘅咩？係啦，4都要識做19題先4到啊！而家係啦，我哋2013年19題 A1、A2 同埋 B1，我一齊睇下呢3 part。睇個 situation，我帶住。今次小穎唔係我幫你起樓，我帶住條題目啫。OK， 2013年我帶住一版 A4 紙。好啊，嗱，而家就係 public housing 啦，咁多位，咁房屋委員會營運基金呢，就喺政府公共開支入面啊。嗱，我話第一年年尾，嗱呢度極危險，第一年年尾9×10嘅6次方，佢俾咗我。啲同學問，如果第一年年尾係咁呢，即係話你唔可以喐呢嚿數，呢嚿數係 first term，因為佢講咗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，唔可以再喐。好啦。然後 in subsequent year 咧，點樣分到佢係儲錢定還錢題呢？或者咁講，點解知道佢考緊 GS 呢？見到百分比一定係 GS。GS 就分普通啦、儲錢題啦、還錢題。咩普通 GS 呢？上個禮拜嗰啲咩收入一路跌緊啊，每年買啲水喺香港啊，叫普通 GS 啊。但係如果呢一個係話，咦啲樓起嗱，見到標籤個字，我假設你唔識解呢個字，假啦。咁我第一次收到呢份卷嗰陣時呢，我係唔識解後面，我唔知咩 put it down，但係呢，我見到前面係加，所以我估到後面係減，係啦。put it down 呢係個 phrasal verbs 嚟嘅 ，OK。譬如呢 pass away 即係瓜老襯咁解，有啲英文嘅俚語呢，用2個字拼埋去代表一個新嘅意思啊。即係譬如呢pick up you 呢，即係接你咁解，係啦。pick you up 呢，就即係搞咗你咁解 ，OK， 所以呢2個字呢，唔好調轉用，因為搞錯就係咁樣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話 put it down 咗，即係叫拆咗啲樓啊。咁就問到呢，原來第3年年尾呢，樓嘅面積係咁多。好啦，哇大難喎，佢會起啲樓，但係佢會拆啲樓。嗱，我同大家講啦，2013年大部分同學咧係咁寫啊，嗱唔好寫啊。咁我起 R% 啦，我又拆3×10嘅5次方啦，咁第2年咪咁咯，得唔得？點解啊？係啊，仲有第1年嘅樓噶嘛。成條題目呢，佢冇叫過你要加翻第1年嘅喎，有冇留意？但係成條題目呢，就係講 total floor area。第1年嘅樓，佢會唔會無啦啦陸沉咗噶嘛？唔會無啦啦變咗移動城堡走咗噶嘛？所以第1年嘅樓要喺度標就係加嗰下，你加翻呢個就寫得啦。你要加翻呢個。咁咧好多老師都搞錯咗，就係呢一條題目咧，同啲學生講咧就係一定要起咗樓先拆樓，錯晒。起樓同拆樓係同時發生嘅，係啦，即係旺角起樓、西環樓。咁我哋呢一度咧已經將佢 group 埋嘅話，你望落去咧就好似係起咗樓先之後再拆樓，但係其實呢個錯晒嘅，係同時間做嘅。
只不過我 fat 咗佢，我易做啲啫嘛。所以嗱，加咗呢個就啱咯，係啦。如果加咗9乘10嘅6次方呢個就啱咯，因為頭先未計第一年嘅樓啊。好啦，嗱呢個時候小穎已經發現咗有問題嘅地方啦，亦都係頭先我同阿宇講嗰個 point 啊。第二年係一次方嚟㗎，咁即係你第 n 年嗰陣時會變咗 n 減一㗎。所以如果啲同學做呢一條佢背2005落去呢，佢會錯咗啊。因為2005嗰條係第一年就一次，第二年就二次，第 n 年就 n 次啊嘛。係啦，呢條呢，佢係跌咗一格，同埋你背2005都未必做到，因為你可能 put 得 down 啊。即係如果以為 put 得 down 係再加嘅話，即係呢個變咗加號嘅話呢，其實你成條 GS 會做到啊。係啦，如果呢個變咗加號係一樣都做到啊。咁所以呢，即係最難嘅還錢題就係唔係一加一減，係兩個都係加咯。兩個都係加就最。我出條題目好簡單，就係我嗰個城市我有出生，即係啲人自己會繁殖會生 BB，但係我 keep 住每年都會收新移民，咁係咪兩個加號啊？兩個加號套落呢個 model 度係做到㗎，係啦。所以我就教晒 past paper 先，全部都係一加一減，但我特測係兩個都係加或者兩個都係減。咁你就咩題目都會見到咯，因為你做 past paper 已經見晒一加一減啦嘛。我哋下次就會做一加一加咯，兩個都係加，係啦。嗱，套落去嗰度我哋會點寫呢？第二年小穎係咪跟一次？所以第三年就會跟二次、一次、零次。年就會 n 減一呢度逼棘。但我頭先教過你㗎啦，亦都教過阿茶。如果第一個 term 係 n 減一次方，後面你唔使數啊，後面嘅數目一定都會係 n 減一。佢要等你做到前後都同一樣一致啊嘛。因為而家呢個9乘16次方搞唔到㗎啦嘛，單丁啊，所以你見到後面都係 n 減一個，就係咁啦。嚟到呢個位呢，已經一條 Q19嘅前7分係一定做到㗎啦。因為前7分只會考儲錢、還錢或者普通版嘅 GS， 即係嗰啲乜 Q 買水啊、收入嗰啲題目，得唔得？係啦。咁當然頭先你都係睇我推啫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就叫做我推的數列。咁如果我話呢個係我推的數列，你要做到嘅就係你推的數列。咁所以呢，功課上你要做呢一條呢榮 Sir 斬樹題啊。點解會出呢一條呢？就呢棵嘢，佢 keep 住，即係佢老婆覺得擺棵樹喺度好好，但係榮 Sir 覺得好差。咁我見到呢個 contradictions 呢，就出咗條榮 Sir 斬樹題。咁大家呢，就幫我睇下呢。呢個榮 Sir 斬樹題究竟係點樣推理，同埋你點解知道佢係還錢題？你要睇到邊個位係加，邊個位係減。咁然之後呢，就可以簡單咁做翻呢。呢個係我嘅還錢題，又或者呢，去做翻我哋呢個學而第一成立咗㗎啦已經。我哋攞咗一個獎學金呢，2022年做嘅獎學金呢，做咗自修西隔離㗎啦，係啦，咁啊成立咗啦，係啦。咁如果呢幾壇嘢都做得好，可以做到下個禮拜我哋特測呢，就係一個加同另外一個都係加。係啦，當時會考呢，喪屍會不斷出世，但係喪屍會不斷咬人類，令到人類都變喪屍。兩個 factor 都係加數嚟嘅，係啦。咁你哋記得今日練一練呢個係啦。下次唔使都係數列，但係呢，你就要做特測。咁亦都可以都係4點半嚟到啦。我哋就做一個呢叫做還錢題嘅特測。會做3條7分嘅題目，係啦，包括就喪屍嗰一題，係啦，同埋狼人嗰題，同埋喪屍加狼人嘅第3題。因為你咁奇怪嘅物種你都 handle 到，就應該點都得嘅，係啦。下次會派埋 MC 筆記，係啦。下次再加多條啦，擲色仔啦，因為今日啲擲色仔呢，冇人知道個1/6乘1/6啊，即係我同你擲中都計打和啊。OK。冇人見到呢個，我好嬲啊！M1 筆記。